一開頭其實冇諗咁多嘅，只係想做自己做嘅嘢，同埋我見得到喺當時候嘅市面上或者環境上面冇呢一種嘅我想可以做到嘅嘢，咁不如就自己創造出嚟啦咁樣。咁當下其實冇諗過維生呢樣嘢，啲阿爸阿媽更加擔心啊，你揾唔揾到食㗎咁樣。我其實而家都未確定到自己嘅風格嘅。如果自己去定義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好中意用幾種媒介啦，包括一啲傳統媒介，譬如水墨啦，咁亦都好中意利用到一啲數據啦，一啲可能講關於 climate data 嘅嘢啦，因為我自己關注嘅可能好多環境嘅議題上面，我想做一啲 echo 啦。我係 Chris，我係一個媒體藝術家。喺我開始接觸藝術嘅第一次嘅機會咧，就係入大學開始進修關於設計啦，同埋多媒體創作咁樣。咁嗰時係因為睇到一啲好喺外國裏面見到啲哇好得意嘅，可能係 stage performance 喎，好似日本嘅一啲譬如 Dom Type 啦嘅呢類型嘅團隊藝術創作咧，哇好 fascinated 啊！因為嗰種嘅結合光影啦，或者係嗰種舞台嘅表演啦，即係各種嘅元素加合埋一齊，我覺得哇好有趣喎！呢種藝術叫咩咧咁樣？咁就開始了解咗原來呢種叫做媒體藝術咁樣，咁就開始就接觸咗好多唔同我哋叫做 avant-garde 一啲叫做先鋒藝術嘅，或者我哋去重新審視喺呢100年裏面當代藝術喺我哋呢一個社會上面衍生嘅一個議題。咁所以喺度探索緊即係藝術啦，同埋可能係 community 嘅關係咯，咁樣。今次喺半島酒店呢個作品名其實叫做色心亭啦，英文就係 The Flow Pavilion 啦。因為咧觀眾踏入呢個空間裏面咧，其實就好似進入咗一個內心境界咁樣嘅，佢可以坐喺低，然後做一個 meditation。咁喺我嘅呈現方面，其實你會見到係一張好 plain 嘅灰色嘅地氈，咁但係咧有一個圓球，黑色嘅圓球喺度滾動咧，佢會留下一啲痕跡嘅。表現嘅嘢其實就係一種我嘅腦電波數據。我之前喺京都嘅10個寺廟裏面做咗一啲打造，然後記錄咗一個腦電波信息啦，然後再變成為一種藝術嘅 performance 啦。咁所以入到嚟呢個空間，你會可能透過一個無限反射嘅鏡咧，會見到過去嘅自己同埋未來嘅自己。咁但係時間喺呢度其實唔存在。我希望帶到觀眾去一個更加 in-depth 或者係一個精神領域上面去體驗呢件作品。瀑林呢件作品咧，其實係用咗一啲 rainfall 嘅 data 咧，去 create 咗一個好似瀑布咁嘅概念。咁但係流咗落嚟嘅感覺咧，好似一個樹林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喺個創作嘅前期裏面，我就搜羅咗好多關於rainfall 嘅 data，即係講緊降雨量。入邊想講嘅信息就係喺2030年有好多城市可能會陸沉嘅，就係因為我哋嘅氣候變化係啦。咁所以喺成個作品裏面係一個好長嘅一個 piece 嚟嘅。咁亦都會見到啲水由天上面滴落嚟。咁英文名其實改咗個名叫做 Falling Tears， 其實就好似一個大自然好悲哀嘅一種憐憫嘅一種狀態。咁將啲眼淚滴落去石頭，然後再流落去一個灰色嘅 canvas 上面。咁《弱水》呢件作品係由我哋團隊 Exit 去創作嘅。咁呢件作品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將吳冠中老師嘅200張嘅藏品啦，變成為一個 algorithm， 然後透過一個同觀眾嘅互動，因為觀眾可以喺個drawing pad 度裏面去做啲 sketch 嘅。咁然後 sketch 咗之後咧，我哋會將呢個畫作咧就變成一個好似同吳冠中老師嘅一個 algorithm 去衍生出嚟嘅一個無限延伸嘅空間咁樣嘅。呢件作品亦都係希望我哋透過觀眾同埋吳冠中嘅老師嘅活動底下去延伸一個未來世界嘅想像咯。我諗我嘅起點其實一開頭已經分咗有個人嘅創作同埋團隊創作嘅。喺團隊創作嘅身份上面，我諗我好嚮往一班人一齊用最好嘅、最叻嘅技能啦，或者叫 skill 啦，去變成為一種創作嘅模式嘅。喺我自己個人嘅創作裏面，其實好多時候都會表現咗將可能係傳統啦嘅一種哲學啦，再用一啲好新嘅方法去呈現啦。咁
咁但係喺團隊作品裏面咧，我係會幾覺得喺個 initiative 或者個出發點裏面，我哋有一個要 achieve 到一種美學觀喺度。其實每一個創作者都一定有瓶頸位嘅，因為喺我哋嘅即係靈感裏面啦，唔係成日每時每刻都襟先嘅。所以當缺乏靈感嘅時候，好多時候我諗我自己會做好多meditation 啊，但係我 meditation 嘅方法唔係即係坐喺度好靜咁樣嘅，我會做一啲譬如同大自然觀察啦，我自己好中意做盆景啦，亦都好中意觀察石頭啦近年。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嘅方法其實係吸取大自然裡面嘅一啲靈感，然後再引用翻一啲嘅即係呢啲咁嘅 elements 擺喺自己嘅創作裏面。